國民教育嘅爭議喺遊行之後並冇停落嚟，3個團體今日繼續發聲。教協理事方景樂喺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話：政府缺乏誠意，拒絕對話。如果政府喺9月開學之前唔撤回國民教育，教協會積極推動罷課。我哋表示非常之憤慨同埋失望，我哋教協會積極推動罷課，我哋會聯合辦學團體、校長會、家長組織，以至學生，去一齊積極去推動呢件事。不過出席同一個節目嘅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發言人陳惜姿喺節目之後話：原本以為遊行之後會有轉機，但係事到如今係咪支持罷課就要同家長再傾。學民思潮就話會研究罷課嘅可行性同埋形式，包括呼籲教師入課室，但係唔教國民教育。召集人黃之鋒強調，冇人想罷課。其實每一個嘅學生、教師、家長都唔想行到罷課呢一步。學生都想讀好書，老師都想盡好自己教育嘅責任，去教好每一個學生。家長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喺個好嘅教育環境下成長。點解今時今日要逼一班家長、教師、學生走上前線去參與呢場嘅抗爭運動？政府必須反思。黃之鋒又話：8月會繼續擺街站，爭取更多市民反對國民教育。佢對能夠撤回國民教育抱有絕對希望。